容天鵬馬房嗰隻4歲嘅翠兒威威，今季轉咗去無偉傑度 ，starting 46分，上場喺跑馬地草地1650米熱身跑咗包尾，今次又跑同程，繼續穩周俊樂騎，孭121磅。你睇下佢喺最外嘅12檔起步，竟然可以順利攝入第二搭最前面。前面啲馬帶得幾快，去到最後400米佢仲同放頭馬並排，去到200米都仲帶住力抗後面隻雙影紅嘅後上。點知最後喺好地自快地跑出1分38秒82，末段24秒06，都係輸咗俾雙影紅攞第二。喂大佬啊！嗰日啲馬跑超快步速，佢竟然快標準時間16個馬位咁多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佢喺大外搭仲要放頭跑，都可以跑到咁突出，真係要讚下。賽後周俊樂話，佢收到指示可以揀放前面啲嘅位，指馬出閘又快，所以佢就順勢放咗頭。跑完梗係要驗尿啦。至於贏咗嗰隻雙影紅，喺布文胯下做咗大熱門，終於喺香港開齋啦。佢馬主蕭劍新就話，指馬自從上季1月出賽之後就休息咗10個月，因為狀態唔夠好。方家柏安排佢嚟往從化同埋沙田操練，進度比較慢，始終唔夠壯。方家柏同佢哋講，雙影紅質素唔錯，只係需要時間成長，叫佢哋唔好心急，慢慢嚟，之後再加強操練。佢哋都好有耐性咁等，點知隻馬休息咗10個月，一復出就贏馬，佢哋都好開心。佢馬主仲話，本來以為隻馬咁耐冇跑，臨尾會冇力，點知喺布文胯下贏得咁輕鬆，仲要跑得咁快，真係驚喜。佢改個馬名做雙影紅，係因為佢好中意人面桃花雙影紅呢句詩，佢又有2個女，就用咗雙影紅嚟做馬名，真係好有心思。未來走勢分析。翠兒威威轉咗去無偉傑度之後，好似打通咗任督二脈咁。上場熱身跑包尾，今場即刻放到差啲贏，證明轉倉對佢嚟講係好事。佢喺超快步速之下仲可以放到咁耐，而且力抗後上馬，可見佢嘅前速同埋鬥心都唔錯。無偉傑啲馬好多時都會有啲驚喜，相信佢會針對翠兒威威嘅特性嚟部署之後嘅賽事。雖然今次輸咗，但係佢嘅表現已經證明佢質素唔錯。相信喺無偉傑嘅訓練之下，好快就可以喺香港攞到佢第一場頭馬。尤其係如果之後遇到步速唔算快嘅場合，俾佢可以順利放到頭，贏面就更高。大家記得留意下佢之後嘅表現啊！訂閱同埋推介就唔使講啦。文家良馬房嗰隻3歲新馬線路滿貫 ，starting 71分，第一次出賽跑沙田草地3班1200米，揾咗黃寶妮騎，孭119磅。你睇下佢喺第11檔起步慢咗啲，焗住喺第二搭最後面。前面啲馬帶得唔算快，去到最後400米佢移出外搭開始衝，去到200米都仲落後前面啲馬3個身位。點知最後喺好地跑出1分10秒06，末段23秒00，竟然可以衝贏攞第一。喂大佬啊！嗰日啲馬跑超慢步速，佢竟然慢標準時間10個馬位咁多。喺咁不利嘅情況之下，佢喺大外搭後上都可以贏到，真係堅到冇朋友。賽後報告話佢出閘笨拙，最後200米催策之下仲內閃，搞到騎師都就唔掂佢。跑完梗係要驗尿啦。啲相關新聞就話黃寶妮成日俾人話淨係識贏放頭馬，點知今日就令好多人刮目相看。佢騎文家良提供嘅線路滿貫，用12公後上大發，喺尾二彎都仲係包尾，竟然可以爆出52倍巨冷 W。仲係佢繼瑞盛人生之後，再次幫自購馬一出即勝。嗰場跑第二係何澤堯嘅新力好，霍宏星嘅晒冷跑第3，黃志宏嘅關鍵所在跑第4。未來走勢分析，線路滿貫呢隻3歲北半球馬，第一次出賽就可以喺3班贏馬，質素真係唔簡單。喺咁慢嘅步速之下，出閘又慢，全程喺後面蝕位，最後竟然可以後上贏到，證明佢嘅後勁同埋潛力都非常驚人。文家良啲馬好多時都會有啲驚喜，呢隻線路滿貫睇嚟會係佢哋馬房嘅一匹明日之星。黃寶妮今次呢場贏馬真係可以幫佢洗脫只識贏放頭馬嘅標籤，佢嘅後上走位同埋判斷都做得好好，可以喺不利嘅情況之下幫隻馬贏到。相信經過今次之後，會有更多練馬師俾機會佢騎後上馬。線路滿貫今次贏馬嘅方式咁特別，加上佢係3歲北半球馬，未來嘅進步空間應該仲好大。如果文家良可以好好訓練佢，相信佢有機會喺之後嘅賽事成為新一代嘅頂班精英。大家真係要長期跟進佢嘅表現啊！記得訂閱同埋推介俾你啲馬友，一齊見證呢匹後上王嘅崛起。